后来这2天搁回到热天的天气形态，24头啊，各地高温拢30度以上。讲未来热天可能会愈来愈长。联合国气候变迁小组发表的报告，讲全球当面临着温度增加的困境。咱台湾气候变迁的科学团队嘛来发表着台湾版的气候变迁的报告，讲台湾未来的天气会愈来愈极端。干会愈干，湿会愈湿，落雨天变少，但是总雨量会变多，而且年平均的温度嘛一直升起嚟，寒天会愈来愈低。讲上近到2060年到39年，台湾可能就无冷深深的寒天咯。全台湾拢会出日头，气象局表示讲，今日受到南方云系影响，东部、南部局部的短暂雨，其他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。高温会到34度，这大台北地区要注意5号雷阵雨，也就是西北雨，明仔载拜4开始到后礼拜2，太平洋高压水气较济，拢会落雨。午后雷阵雨在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会为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在午后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。虽然这季已经入秋啊，不过天气同款真热。由中央气象局甲中研院顶组成的台湾气候变迁科学团队发现讲，台湾一年比一年较热。过去100年来，台湾年平均的气温升1.6度，比全世界平均还阁较悬。估计这个世纪末一年平均温度会升3度4，而且雨水会愈来愈咸，年总雨量到世纪末上至会升31%。不过无落雨的日子增加12%，也就是讲，若是无落雨，就是一落就真大。台湾不再是四季如春，只剩愈来愈长的热天，甲愈来愈短的寒天。为2015年到2019年的冬季，应该是一年上寒的日子。热甲食串冰，甲1990年比较起来，热天已经增加到105天。寒天减少为70天，这几年甚至上济敢若40天。估计到世纪末，热天会有200几天，寒天会剩较无50天，有可能到2060年都无寒天啊。如果我们排放越多温室气体的话，那这种情形就可能发生的机会就越来越大，而且会越来越快啊。那你看到那个2060年，整个冬天会消失。你是否一如往昔？后届免烦恼歌词所写的，因为未来寒天伤短啊，短甲袂赴变心。